咁塞車嘅，我今日要去10幾個單位收租，仲要唔同地區添，點搞啊？超住收租，煩惱 say no 啊！各位聽眾，我出租單位咁耐以嚟都冇理過單位嘅事，連收租都唔會理，大家信唔信？梗係唔信啦，收租都唔理，萬一租客欠租點算啊？我好明白出租單位有好多煩惱，你可能每月趕住去收租、處理租客問題、維修單位，又驚租客分租單位，甚至拖欠租金。幫你解決租務問題，可以揾邊個幫手？中原租務管理為業主解決所有租務煩惱，全方位一站式服務，幫你管理出租物業、代收租、代發租單、維修保養、解決租務糾紛、追租、收樓等，由專業租務專員跟進你單位每個事項，輕輕鬆鬆就可以收到租。管理好你嘅單位，生活就暢通無阻。睇嚟我有辦法解決我收租難題啦！超住收租，煩惱 say no。